乡亲朋友，福气来了，好好运动了。因为老师今日要带大家做乜个运动呢？乡亲朋友，快点站起来哈！唔好坐凳咯，看咱的节目啊，坐凳啊太大爽了哈！你福气来，大家给人的制作人导播啊，大家安用心，要本大家健康。你说唔好做我们的坐凳看电视哦，企凳来运动啊哈！今日呢要来做来个也后侧膀胱经。好，你呀腿，你呀个大腿后背呀条经络用啊哈。你讲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咩？起凳啊、坐凳啊，吸血的哈，气血就往下坠。故说按你来后背这条筋头来开来，你就会吃到动松松，就会吃到较刺眼。来后背筋头来开来呢，还唔会发脾气哦。人身体还松容，人筋骨柔软，人心咩柔软。故说今日一鸣老师要来大家做一条后背膀胱经，好听咯，起凳哈，安尼本大家乡亲朋友看较清楚，通重要的时候，起凳随时哦，一鸣老师的瑜伽很多神法瑜伽、神法运动，行到来做到来，好，NT 的手叉腰，好，右脚行出去。好，慢慢的左脚弯曲，后背给大脚弯曲。好，人家起凳哦，起好来，人家重心脊椎来出来，好，起上来，唔好讲啊，安尼说我跌倒样啊，我起唔起，好，安尼起起来，个呢重心不用多人爱左脚，好，右脚勾脚跟，好，那勾脚跟的时候呢，你就来到一条筋头，好，慢慢的你身体慢慢的下去吐气。假使讲唔起唔起，唔坐在板凳，也板凳面床，好，也做板凳也个旁凳，迄板凳壁，好，你做安尼板凳来有一个较稳的地方，好，慢慢的身体下去吐气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假使你要平衡感，好，平常有训练平衡感后，你就手叉腰，压下压哈，动酸呐，要思维要有梨状肌、臀大肌，要调筋头，动酸圆啦。唔过个酸啊，係一种享受哈。好，慢慢的停到呀，吐气。好，你坐的话，你可以板凳呀，停到呀。瑜伽哈，就係停、看、聽，停下來，去感覺呀身體，聽呀身體嘅聲音，呀身體讓講嘛該。呀，身體人講啊，當酸哦，啊當痕，好，你就停到呀，停到呀上去，你做乜個？看見比較輕鬆，透氣吸氣，吐氣，你就停到呀。好，時間呢，唔似個幾天，停幾久嘅，好，慢慢呢，手叉腰，吸氣，上來，好，踏起來，好，鬆一下，行正來，好。鄉親朋友，唔可以因為老師做當簡單的動作，唔過呢，佢係當日訓練呢，唔好試到佢當難。你就同一鳴老師同樣，一下請大家強下來哦，強下來哦，然後你左腳穩腳哈，左腳行到前面來，好，也按你左腳行到前面，右腳一腳趾頭哈，唔好超過腳趾頭，超過腳趾頭嘅話會傷到人嘅膝蓋，腳趾頭行喺後背地位，故所人嘅重心到後背思維呀。好，同樣哦，一腳哈，按你一發來到前面的胃經，按你一發來到後背嘅條膀胱經。好，慢慢的呼氣下來，看到腳趾頭，你腳趾頭沒有運動哦，你氣血都末梢。呼氣，停到呀。好，慢慢的下來，你享受下身體嘅感覺。好，慢慢的，好，你可以數。板凳也係腳趾頭，好，停到要停一下喲。好，吸氣上來。好，鄉親朋友，因為老師要同大家講法了哈，你而家哈即係一停下來呢，你來緊頭哈比慫恿，好，慢慢的行起來。好，吸氣，好，慢慢的還原。大擺哈。做一個動作，停留，好，個還原去，跳一下台去，真好，真享受。你就是吃到講當簡單的動作，好，張可是單腳，
你咧做关系迄个哈，你平常啊，你特别当多人啊，去运动啊，去公园啊，你就要当关系讲哦，安尼，好，安尼前弯，乡亲朋友，安尼做哈也会当容易受伤，唔好安尼做前弯，好，那像刚才玉美老师安尼，一只脚一只脚的，好，一只脚一只脚的安尼，好，慢慢的先去试的来一条筋头，好，试的来一条筋头来开了以后，一只脚做完。一只脚，将2只脚做完，好，慢慢的转来，也看到，也将2只脚哈，2只脚迄样做呢，好，你膝盖微弯，好，慢慢的呼气，先按你哦，按你迄波腹也摇诶，好，慢慢的下来，好，慢慢的下来，都也唔知道讲，唔弯都可以嘅，你将可能哈，痴的哦，来压脚一条筋，痴的，来开来，来开来。好，慢慢的放起来去安尼。乡亲的朋友，可能玉美老师哈，玉美老师教大家做运动，一天要教大家用的保护到膝盖的筋骨，唔好伤，唔好伤到，唔好受伤。好，你看当多老人家，我有时看到你老人家到公园做运动，佢冇去上课啦，你自家就安尼引来引心，安尼。安尼一番吼，也会吼，动容易受伤啊！运动之后味道健康，你冇做好势，一下子受伤。故说你一听到做前弯的时候，唐玉美老师嘅安尼分享哈，一听到压脚趾头先弯一下诶，好，慢慢的长下来，慢慢下来，你要看到牙个脊椎迄寸的没有？好，做介多哦，好，多压去诶。你看玉美老师的身体多厉害，好，牙树标了呀，牙慢慢的。你看咯，我脚趾头个长筋慢慢存出来。好，你当你做个进步，你就可以下来。放起来去，要记得哦。好，好，慢慢的上来。好。乡亲朋友，也系铁的哈，来后背膀胱经非常的重要，好，给人的下半身的血液循环代谢，好，你听力动作了，进入到第2个动作了哈，然后那个所有的运动啊，就冇办法像瑜伽安尼哈，做到那属膝髋关节，好，故说呢，也要做前脚和后脚的，讲瑜伽讲也很多英雄姿啊，英雄姿顾名思义是英雄安尼，更有能量哈。然后呢，铁的动作，脚开蹬，好，开蹬了哈。然后左脚行前来，行到去前呢，然后脚长筋，留下脚趾头成一直线，唔好安尼。你安尼一发脚趾头向前面移哈，很容易受伤。好，转来，脚趾头了，脚趾头成一直线，好，嗰下骨盘到呀中间，好，你就停到呀，然后你就发现到讲，来到呀。来到一条筋头，嗰下人哋骨盘开胯，人哋行路啦，跑步啦，爬山的啦，好，行楼梯啦，係咪2只腳按呢，好，因為行路階梯1、2、3、4、5，因爬上去，因為嗰時人呀一條筋頭當重要哈，停到呀吐氣，胸脯打開來，就停到呀之後了，乜個就唔是做。你就这个头抬起，好，你手表啊，肚子上吸气，吐气，肚子收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你这样慢慢的练，也系动简单的。你假使讲吼，练动久了吼，进步了，加强吼，好，看玉美老师哦，后背脚练起来，安尼，好，各位数长凳呀，看了，动重要哈，慢慢的吸气，好，放起来。因为也很多英雄之一，也可以练牙开大腿的肌力，大腿四头肌，个牙胯会引来引神法，你手可以叉腰，没可以按呢，没可以打开来，好，没可以往上，好，慢慢打开来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哎呦喂呀，按你这动酸了，好不用强手。啊，故说哈，所有的动作哈，做
慢慢的，一滴滴的训练，哈，训练到按这个做戏主要一些香酥肌，我知道讲哦，安尼有锻炼到，有流汗啊，身体会瘦起来，然后安尼膝盖关节温暖起来，哈，转了了，好，吐气，好，还原，挺到了。 哈，透亮多呼吸哈，比吸脉哈较平顺，吸较平顺，很张稳脚啊哈。好，下一个弯片，安尼哦，中央哦，安尼下来，中央安尼下来哦，胯停下来，好，一脚前一脚后，好，慢慢的，哈，好，中央安尼啊哈，好，吸气打开来，口胸，好，慢慢上来。 好，你停到呀，做几日嘞？哈，做几日嘞？做1礼拜、2礼拜、3礼拜，吃到讲，你吃到讲，俺有进步了，你张脚，好，吸气，来，好样来。你看下安尼啊，其实唔会难啦，唔会难，没一件难啦，只要讲一训练，好，也安尼脚啊，跑步啊，哈，去哪呀，爬山的呀，你这对呀，都基础的可是练，好，膝盖着地，脚背放平，好，慢慢的吸气。 转来，好，呼气，透下太气，啊，一直乡亲朋友，一直通做，做完透太气，享受讲啊，我做过诶，啊，做过以后，规个身体哈循环哈。 就唔会累积脂肪哈，就做在新陈代谢，唔会累积毒素。好，前后只动作啊，当简单啦哈，同他家差唔多哈。大家看啦哈，也右脚到前面，向右呀，然后一来呀条后背个呀前面的呀位置，你总一老呀板起来安子做得嘞。好，安尼来呀，大腿前侧要条筋，你挺到呀之后，好，你这挺到呀，呀。 因为老师认同大家讲，通常唔要做奖状哦，迄正经要来到反地心引力嘅度通常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中央啊有前置有后啊哈，好，慢慢的进来，高翻片了，中央也系缓和刚刚加下安尼大腿哈后背旋转呢，做平衡过来，好，中央咩哈，也还没中央，一片脚咩喺中央弯起来，你中央安尼来起来，好安尼，前面的脚趾头跟膝盖成一直线。 好的了呀，乡亲朋友，我记得了哈，有前置有后，有左就有右，好，按呢就做的来到全身的筋头，就做的身体舒畅，好，个标准来吐气，好，转了去调息，好，透下太气，吸气，吐气。 好，乡亲朋友，有听下中哦，有吃到当快乐、当健康、当有福气嘛？记得啦，当日熟悉福气来运动节目，今日安尼运动就到了，安姿势。